新闻一开始来看年代旅游，伫过年的时阵，人客去越南的富国岛，却无人接台。交通部观光署是要求停业3个月，嘛，互品保协会除名咯。年代旅游的总经理林大军今仔是声明表示讲，伊财务困难，无法度赔偿。观光署下晡开记者会表示，会搁再罚业者81万。品保协会批评业者的行为根本就是诈欺骗钱，会协助消费者来进行团体诉讼。年代旅游强调，到富国岛会当坐全世界上长跨海缆车，参观越南上大水族馆。也毋过春节期间，说好自家团员伫当地放放婚照，自生自灭。伊伫讲会负起责任的总经理林大军，再次刷发声明表示，因为财务困难，无法度对旅客负起赔偿甲出团责任。一颗老鼠屎坏的是一锅粥了。品保协会理事长张永成下昼伫记者会。批评林大军无一个承诺有做到，合理推断是咧调工诈欺，要协助所有权益受损的游客提出集体诉讼。蓄意要来诈欺，蓄意要来骗钱，他的银行户头啊是零了。我跟各位讲，前业务说定金一进来，立刻移走。观光署初步调查，确认年代旅游伫富国岛有集团，无依约定办好带日饭店餐食交通转接，有4大违规。处分新台币81万罚元。年代坦白讲做袂落去，那已经收还未出团的旅客1300万，也有出团回国旅客损失，是啥物人要来赔呢？品保协会表示，会启动旅游保证保险理赔，这间公司保额有1000万，旅客也会当向发卡银行申请经济款处理，无够的代偿。初估的费用会在大概2000万左右上下。如果这2项的一个费用没有办法 cover， 那最后还有一个品保的一个代偿。品保协会表示，继续受理受损消费者的申诉案，下昼开始案件大量增加。台北市消保官也提醒，一定要伫30天内，也都是3月18进前提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